喺早前提出一系列抗通脹嘅建議裏邊呢，我哋已經係重點嘅建議政府應該要設立300億元嘅公共交通收費穩定基金，以減輕公共交通機構加價對市民造成嘅經濟壓力，為顧及部分低收入人士，尤其是並非公屋租戶，亦唔係領取綜援人士，可能無法受惠於政府嘅抗通脹措施，而成為公共政策嘅漏網之魚。民建聯建議政府應以家庭或者係長者為單位，向符合公屋入住及資產要求而未受現行綜援金津貼覆蓋嘅公屋輪候住戶，提供現住單位1/3或者2000蚊，以較低者為準嘅短期租金援助，為期2年，以舒緩呢啲基層市民捱貴租之苦。同時，去年4月，政府收費凍結措施底下，房協及水務署已分別調高租金及排污費，加上受經濟大環境影響而迎嚟嘅下一年度嘅加價潮，民建聯係建議政府喺下一個年度必須要凍結直接影響民生嘅政府收費，以及食環署同埋房委會轄下嘅街市檔位租金，以避免進一步刺激通脹，影響市民生活。另外，我哋喺財政預算案期望之中，亦要求政府係免收公屋嘅住戶租金2個月，額外發放1個月綜援金，同埋2個月高齡津貼同埋傷殘津貼，並取消高齡津貼受助人不得超過240天嘅離港限制。同時向每個電力住戶用戶戶口提供3600蚊嘅電費補貼，並寬免差餉1年，以每季每戶3000蚊為上限，令到更多中產人士係受惠。